得撒洛尼前書，天主嘅旨意就係要你哋成聖。方濟弟子夏志誠主教與你暢談方濟精神，助我哋修德成聖。各位朋友，我哋都知道喺教會裏邊呢，聖經係一個好重要嘅位置。有基督徒呢，唔可能唔去睇聖經，唔去熟悉聖經嘅。而方濟呢，亦都係一樣。雖然呢，佢冇受過乜嘢正式嘅教育，但係呢，方濟對於聖經嘅理解一啲都唔膚淺。按照傳記嘅記載，話俾我哋聽呢，方濟似乎係由上天學得嘅一種天主嘅智慧，並且咧時常俾天主嘅光呢個永恆嘅光咧所照耀，以致到佢純潔無瑕嘅心靈呢，好似能夠直透聖言直透聖經一個最隱密嘅地方。甚至咁樣話咧，佢話啲學者們佢哋咧通過有啲書本啦通過教育啦，佢哋所有嘅知識咧係外表嘅，但係方濟咧就有一份真誠嘅愛，幫助佢咧透入去天主聖言嘅核心，甚至話佢閱讀聖經過目不忘。佢嘅記性咧係佢嘅圖書館，因為咧到佢晚年嘅時候咧都病得咁上下，即係唔係好舒服啦，係嘛，自己咧又冇精神睇聖經啦。咁有個兄弟咧就提出，佢話方濟會祖，不如我同你讀幾段聖經因為你咧咁中意天主嘅說話。咁我同你讀幾段聖經咧，好使到你可以咧，即係內心都開心喜樂一啲啦。方濟竟然對兄弟咁話，佢話兄弟可以唔使啦，因為天主嘅說話咧，我已經背誦喺我嘅心靈裏邊，我自己默想就可以啦。因為天主時常同我喺一齊。又有一次嘅記載咧，一位嘅道明會士嚟到探訪方濟。當時咧道明會直到今日都係一樣啦，相當有教育一個博士咁樣咁嚟到方濟面前同佢傾談咧，即係聖經。當佢走咗之後咧，佢對啲人咁樣講，佢話哇，呢個方濟佢對聖經嘅了解咧佢嘅神學咧係生活嘅，佢用咧默觀嚟到做基礎，佢就好似一隻咧翱翔天際嘅老鷹同佢相比，我自己嘅學問咧只係好似地上爬蟲嘅一樣咁低微嘅啫。點解方濟對於天主嘅說話有咁深嘅了解呢？相信呢，其實就係出於方濟視聖經嘅說話係天主自己嘅說話，所以喺愛裏邊呢，方濟每一句說話呢都係深入去嘅，視之為咧天主而家對自己講呢句說話因此佢嘅明白，佢嘅了解呢，唔係停留喺字面嗰度，而喺愛裏邊去明白，就好似一個初生嘅細路仔小朋友 BB 仔係嘛，首先聽得明佢講說話嘅係邊個咧？係佢媽媽。其他人咧都以為呢個 BB 仔咧唔知講啲咩太空話係咪咁樣但係媽媽聽到點解？因為媽媽懷住一份好深嘅愛時時咧照顧呢個 BB 仔係嘛，睇下佢嘅眼神啦、手勢啦佢嘅喊聲啦點樣唔同，就知道咧佢肚餓或者咧佢唔舒服佢要去洗手間點解媽媽嘅愛喺愛裏邊咧，使人明白得更多，使人咧明白得更深。方濟呢一份對天主聖言嘅了解，亦都係一樣。喺聖經上邊若望福音第8章12節咧，有咁樣講：耶穌話，我是世界的光，跟隨我的，決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的光。但願我哋都能夠借着耶穌嘅呢一份光，幾時當我哋接觸到聖經嘅時候咧，蒙受佢嘅光照，喺對天主嘅愛裏邊，讓我哋明白得更多，明白得更深。